美国国务院周二发布202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，重申中国政府在东突厥3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。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维吾尔问题，指中国对维吾尔族为主的穆斯林犯下种族灭绝及违反人道罪，包括任意囚禁或严重剥夺近1000万人的人身自由，强迫绝育与堕胎和强制劳动等。在西藏则仍存在系统性压迫。报告又指出，中港当局不时拘捕和威吓亲民主派人士和组织，破坏香港的基本自由。在上海疫情持续，中国采取严格防疫下，美国国务院周二以保护美国公民安全和福祉之名，下令领馆非紧急员工撤离上海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，对美方把人员撤离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表达强烈不满。今年1季度，俄罗斯公民在哈萨克斯坦申请居留证许可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.5倍。该声明来自哈萨克斯坦第一副内政部长马拉特·科卡耶夫。据马拉特·科卡耶夫称，2022年前3个月，约有1000名俄罗斯公民在哈萨克斯坦申请了居留证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在大西洋理事会演讲，表达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。他说，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现在进入一个经济合作的新时代，严峻挑战摆在中国大陆面前，选战俄罗斯那边的话要付出经济代价。组装 iPhone 的台湾和硕联合科技公司星期二宣布，为了配合当地政府严厉的防疫风控措施，暂时关闭位于上海和昆山的2家工厂。面对如此飙升的疫情和严厉的管控措施，上海工厂停工并没有任何悬念。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制裁美国众议院398名议员及87名加拿大参议员，所有被制裁的对象被永久列入禁止入境俄罗斯的名单。回应美国上个月对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328名代表制裁的对称制裁限制。据报道，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地铁站枪击案嫌疑人弗兰克·杰姆斯已被警方逮捕。这起震惊美国的枪击案造成至少23人受伤，其中10人中弹。